我想问你，就是说，是个人观跟你个人有关系。那从维吾尔在线上也看到，就是你的影响力相当大，在维吾尔当中，被维吾尔人誉为是维吾尔人的良心。但是呢，就是从你个人的利益上来看的话，就是这几年其实是跌宕起伏，就是从个人的，你曾经就是都成为是。都北京城里面最富有的维吾尔人，现在到，有这种说法说到最贫穷的这样的这么一个起落特别大，对于个人来说，这个在经济上，另外从个人的政治上呀、安全上呀，你现在都面临特别危险的状况，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？怎么想？我觉得你应该面对这些问题，因为你应该知道你是这个理念，你是这样的人，你应该能想到的。但是我原来没有想那么复杂，我当时知道我肯定遇到一些挫折，甚至想过可能把我判刑10年、20年。我认为我有承受力的，因为我刚开始有这个准备，就是一个。是什么时候有这个？其实网站开始初期，我当时有一种面对，虽然问题想的没那么严重，但越来越08年有过，去年对08年有过，今年这种语气更强烈，然后75的时候既然点出来，虽然我知道他的指控是没有道理的，但呢我就有更那种糟糕的准备，心理准备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虽然经历了很多压力、很多磨难，然后说你要包括我的家庭，包括新疆的亲人、朋友，已经在生活层面上都影响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是从这个月开始就靠那个2100块钱吧，靠那个，所以家里我们有标准，比如说这1个礼拜家里人就是没有用那个肉。人还没有肉的那些东西，我们弄鸡蛋，然后就保证孩子吃鸡蛋吧，就这1个礼拜，然后吃牛奶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回到那个新疆的农民的生活，我觉得很正常。我们就用那个茶吃馕，然后有时候就吃一下蔬菜，弄一下什么那个大豆菜呀、白菜呀、凉菜，然后土豆丝啊。然后有时候觉得必须得有营养，吃点鸡蛋，用鸡蛋炒菜嘛，对吧？比如说今天做的抓饭，因为昨天我买肉了，我们这个月我们看到了还没付水费就是551块钱，然后那个孩子他妈昨天还问我说你别担心，昨天我晚上借了1000块钱，政府这一块我也有心理准备，这个钱没有了。对吧？然后这个月底就是我们过完过完节，我孩子的妈她回到新疆，然后她不花钱嘛，就是在家里，对吧？然后她就昨天告诉我，她还有4万块钱私房钱，原来我给的，然后甚至是原来我婚姻的时候给的一些聘礼，家里人给她的钱。然后我有一些首饰，玉镯呀、玉石啊，我还有一车，对吧？所以我也准备把车卖掉最近，然后存到孩子的账户，让我女儿上学用。我跟我女儿也谈了，毕竟15岁嘛，而且她知道很多问题比一般的孩子成熟，而且我认为，一个民族某一个阶段，并且这个国家的环境以言论获罪。因为办了媒体获罪，因为说真话获罪，对不对？我愿意，我觉得是很荣耀的事情，对吧？而且真的那个时候出现的话，我以前就说过，用我卑微的生命呼唤自由，这是幸福的事情，骄傲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不应该是很痛苦的，短期一听的时候可能紧张，我有过。但我觉得这可能持续几分钟，甚至可能是几个小时。我唯一的牵挂就是母亲和孩子嘛。要是判死刑，我有心理准备。这个也许我们民族的人付出的代价吧，
对吧？我也对汉民付出代价的话，可能虽然把我送进去，可能更多的引起对我国民族的关注，可能引起更多的思考，可能引起包括国民族内部还有外面的。更何况现在很多汉人、很多外国的朋友、很多不同民族的朋友知道我，而且知道我的理念，我不是暴力的，我没有违法的任何事情，只不过我真的努力想发表一些声音，努力把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一些情况，虽然我们做的不好。那么还有一个，我认为我不在的话，比如在线可能搞得更好，将来很多朋友，像你这样的朋友，我相信你的良知。但有人说我是维吾尔的良知，我不够格，我希望成为维吾尔的良知在我身上体现，像很多人的身上体现，我尽量成为良知的人，对民族良知的人，要成为一个民族良知很骄傲的人，我是很幸运的呀，你想的话，对不对？我很骄傲，我真的做到了。而且我自己也想，我有时候呢要创造出某种理论或者是模式，维护和平的争取自己的权利，一种抗争的模式，对不对？而且能够取得主流社会的认同，我觉得死了很幸福的，对不对？我不喜欢暴力，我不会提倡暴力。我并不认为汉民就是我们敌人，哪怕在这两个人仇恨仇杀发生的时候，甚至发生民族屠杀的时候，我也会呼吁汉民族应该是我们的朋友，我也会说出我们应该成为你的朋友，不是敌人。那么，但是这个国家什么事都会发生，对，所以呢，你都会随时有准备。你没有想过的很残忍的事情在你的家庭、你的身上。我也有一个疑虑，把我污名化到时候，比如说我卖白饭，说我卖武器，我是组织过暴力，我是东普恐怖分子，甚至他去过拉登的基地，他是拉登的人，他是美国的特务，他是日比亚的人，他是社委会的中国的什么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各种的东西。所以呢，就是很多东西无所谓，应该勇敢的面对，对吧？勇敢的面对。当然呢，我是很希望到时候一个是依法处理，这是一；二，就是很希望，因为我不要影响汉民族之间发生仇恨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也不希望这个时候没有维吾尔的声音、汉人的声音、理性的声音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对汉民族的期望，对我们民族的期望，对良知的期望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我很希望，哪怕要出现死亡的时间，把我埋在新疆，就是维吾尔的家园，哪怕是冰山上，哪怕在沙漠还是路边儿，对吧？哪怕我希望我不要我的遗体留在新疆之外的地区。然后最担心就是孩子吧，对吧？我怕他们遭到破坏，因为他们已经遭到破坏。为什么？他们有学校上，对吧？旁听生，我怕那时候旁听生都没有了，那时候小孩很茫然，不知道。我相信我女儿的良知，她你不一样，她说出我影响很大，我相信她的良知，她会成为一个有道德、爱这个民族、爱人的人，对吧？但我就担心她遭到破坏，然后还有一个担心现在的这个有孩子了，对吧？然后他是没有工作，将来回新疆不可能有工作，就是我将来的孩子，我妈妈也老了，我就担心我将来两个孩子，但是可能很残忍的，虽然担心，明白吧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没有办法付出的代价吧，虽然你不愿意，
对吧？但我现在想，我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信息，有各种各样的预感，我还是不敢相信这个国家真的吧没有危害性的。我真的弄成这样，有时候也怀疑，明白吧？但是现在我得到的信息啊，预感，对吧？这样。然后呢，我就考虑到，我想，生存下去，生存，然后才能给这个民族做事，对吧？忍气吞声，这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有些感觉，这样，对吧？什么时候能发生？但是又觉得想一想，不可能吧？也不可能那么卑鄙，再卑鄙不能那样吧？还是一种人家说是我是幻想吧，对政府，我认为他在改变啊有些东西，并且北京跟新疆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按北京的思路决定。